这几年偷用别人的车牌或者是假的车牌的案件是一直在出现。这3年来，用假的车牌驶去高速公路的车嘛愈来愈多。即马公路局宣布讲，要来加强处理。若是用假的车牌，除了会开单，车嘛会另外保管，而且会移送司法侦办。开280万买新车，也用纪念日选车牌的车主，明明人甲车拢伫花莲，却是陆续收到来自中华甲台中的3张违规罚单。车主提出事情来申诉，才有警方来撤销罚单，后续转为刑事案件侦办。相关案件是愈来愈多。高公局统计，以假冒车牌上国道的车辆，对昨年539台，去年增加真多924台，今年1月到5月也已经有837台。高公局证实，最近会对着车牌做假造的受害民众，研议补救做法。会有这个补救措施啦，我们也会呈报上级机关，是不是能够减免民众的规费，包括换牌跟检验这种规费。也来对社群网络卖少伫卖车牌，甚至讲会使定制这卖家，公路局会追踪并且会同相关单位要求该提落并且开发，提醒民众用假造的号牌开上路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相关罚10800块。那制造卖这个假车牌是违反刑法。就已经跨机关合作，继续对这特定的车辆甲范围来加强查缉。公路局建立假造号牌黑名单，一旦发现违规，除了开罚移送以外，汽车的当场移地保管，后续由警察机关移送司法机关来侦办。在这个可以被辨识的前提之下，那其他国家它有的就是有一些特殊的，有的地方有特殊的形状、特殊的底色，在系统里面就是唯一的。那主管机关要找就是可以对得到的。交通安全协会认为，假冒车牌牵涉道安甲治安的问题，牵涉全面情况，呼吁主管机关应考虑有国外经验，对设计源头来加强防假做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